大只的巷仔猫尻川翘翘出现伫安平古堡。今年的春节将会有7只无同姿势的充气猫仔出现伫各大古迹。市长王伟体特别出席宣传。这只巷仔猫看到都要融化了哈，冰淇淋也快融化了。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安平古堡跟巷仔猫有约哦。此外呢，我们巷仔猫还有在好几个园区。我们包括龙田恰恰园区，还有好几个园区都看得到巷仔猫的足迹。文化局这回也搁开发5款古锥的巷仔猫红仔，伫春节期间化身招财猫仔，伫12个景点做贩售，民众会当趁到行春的时阵收集，替新年招来好彩头。另外，对今仔日开始响应宠物友善政策。狗仔、猫仔，只要是坐车，拢会当入去高级园区。抱着宠物跟巷仔猫拍照，上传到脸书，我们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。那抽奖的奖品非常的多哦。伫过年期间，热卖的高级商品嘛推出限量200包的新春福袋，除了有济死手仔，还有一张券会当抽奖，上大奖是巷仔猫红仔。还有求光明用的大型智慧牛等奖品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